大家好，我是谢松平，目前在科切拉佛教中心担任讲法师的职位。我跟随我的上师占都古仁波切已经有21年了。有人指控说，多杰雄登修持者是拿了中国政府的钱，替中国政府在西藏人之间制造各种问题。我的上师尊贵占都古仁波切也面对同样的指控，但我作为已经跟随仁波切21年的弟子，我非常清楚知道我仁波切的为人。他从没有拿过什么人的钱。他信仰多杰雄登，是因为他的上师迦杰宋仁波切传给他的，不为别的。首先，这样的说法是不懂历史的说法，更是不合逻辑的说法。多杰雄登护法已经存在400年，400年前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与西藏之间的问题，所以说多杰雄登修持者都拿中国政府的钱，为的就是去伤害西藏人民，是不符合历史的。甚至还有一部分的多杰雄登修持者是蒙古族的佛教徒，他们根本不在这所谓的利益冲突的关系之中，究竟要害谁呢？来说说近代的历史。达赖尊者的经师迦杰赤江仁波切本身也是信多杰雄登护法，还大肆推广这位护法。难道他也是拿中国政府的钱去伤害西藏人民吗？事实并非如此，恰好还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反。迦杰赤江仁波切不但是达赖尊者的经师，还是跟达赖尊者一起逃离西藏，与藏人们生死与共的人。他怎么会是拿中国政府的钱替中国政府伤害西藏人民呢？然后这个论调多年以来一直建立在毫无证据、毫无根据的基础上。唯一能证明多杰雄登修持者拿中国政府钱的，就是一名叫喇嘛赤扎的僧人。数年前，他自称过去自己是多杰雄登修持者中的重要人物，还表示自己手握雄登修持者跟中国领导有直接联系，并且接受中国领导金钱的证据。他于2015年拍下这一段自白影片，然后西藏流亡政府将他的自白的影片发布并广为流传。这支影片其实是由一名叫丹曲尼玛的人在他自家中拍摄。丹曲尼玛过去曾经是西藏流亡的一份子，直到2014与2015年之间为止。随后他改变对喇嘛赤扎的立场，也改变他对流亡政府的立场，并且大肆谴责喇嘛赤扎为骗子。这是因为丹曲尼玛其实反复多次向喇嘛赤扎讨要那些证据，但喇嘛赤扎从来没有展示那些证据。最后感到失望和受骗的丹曲尼玛决定离开西藏流亡政府。另外，西藏人本身对这种说法其实也不认同。李克先曾是西藏流亡政府施政参选人之一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是一名多杰雄登修持者。他说过，将多杰雄登修持者标签为某一群人，然后隔离他们，称他们自立门户，是不对的。李克先也表示，多杰雄登修持者当中，有些或许与中国密谋，有些或许是拿了中国的钱，像承认自己就是那么做的喇嘛赤扎一样。但他们当中也有人因为遵从传统，继承家庭流传下来、上师传承下来的修持和法脉而修持多杰雄登。这些人修多杰雄登，但他们也爱达赖尊者，因此不能一竹竿打翻整船人。更何况多杰雄登修持者遍布全世界，而且也不只是藏族人，有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，
像我和我的同修们一样，有的是欧洲人，有的是美国人，有的是英国人。难道全世界的多杰雄登修持者都是拿中国政府的钱去伤害西藏人吗？西藏流亡政府以偏概全的举动，其实说明他们不是在说实话。这样的说辞就是为了煽动部分人对多杰雄登修持者的仇恨，而不看事实，不讲逻辑。我们恳请大家以理性看待多杰雄登的问题，这样才是解除迷思的方法。仇恨是我们当今世界最不缺乏的东西，甚至过于泛滥。我们要制造的是更多的和谐，更多的理性思维，以及更多的慈悲与爱。谢谢。